来继续来看这个台南市一个妈妈塞车载着这大济小宝宝出门，这妈妈把车的引擎关掉，落车咧整理物件时阵，无小心甲锁匙袂记哩伫咧车顶，囡仔就安尼反锁伫咧车底，挨甲真大声。下现这个温度是愈来愈悬，就惊这个囡仔翕落咧车顶会来脱水，妈妈是心肝火热，赶紧来报案，邀请警消协助弄破这个车窗。要提醒乡亲，唔通来贪方便哦。若是落车引擎关掉，不管车顶是毋是有人，一定要随手嘛甲锁匙扎落车。快10分钟了，快点！警消围伫咧轿车边啊，摕破坏工具。可以吗？小姐真紧张，惊破坏窗仔门的碎片会伤到一岁囡仔。不过伊当时日头真炎，就惊车内温度会愈来愈悬。消防人员经喊破车窗救囡仔。这件意外事故就发生在台南市南区延平路，妈妈落车整理物件，煞想到车自动锁起来，车锁匙放伫咧车内，惊囡仔会捡翕死，赶紧报案抢救。关在内底10分钟，囡仔伫妈妈吼，嘛总算该为车内救出来，加在无发生意外。钥匙就是因为放在车子里面，那车子就自动上锁了，所以才没有办法把车门打开。车内翕温度较悬，囡仔关在内底，身躯较会脱水，若严重可能死去。家长带囡仔出门，上车落车拢爱加注意。